希塔美德下載知足。知足係一種嚟自內心嘅平靜，佢讓我哋能夠接受當下嘅生活，並且感恩現有嘅擁有。當我哋知足，我哋唔再被慾望所驅使，而係能夠從生活嘅每一個瞬間揾到快樂同埋滿足。知足並唔代表要停止追求，而係讓我哋喺追求嘅過程中，依然能夠感受到內心嘅充實同埋幸福。呢種力量讓我哋能夠喺複雜嘅世界保持簡單嘅心境，並且喺日常嘅點滴中揾到樂趣。知足就好似一片寧靜嘅湖水，無論外界點樣變化，佢都始終保持住平和同埋安定。呢種力量讓我哋能夠喺任何環境中揾到內心嘅安寧同埋滿足。而家我請一切萬有嘅源頭將你嘅細胞接收器打開，為你下載。我知道源頭對知足嘅定義，我知道知足是什麼感覺，我知道如何時知足，我知道如何每一天都過住知足嘅日子。我有源頭對知足嘅觀點，我知道知足係可能嘅，我知道知足係安全嘅，我知足。如果同意以上下載嘅朋友，請按 Yes 去接收。我為大家見證，所有下載都下載到大家身上每一個細胞，所有信念層面，所有語言，所有時空。多謝，完成了，完成了，完成了。